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希尼，幾多歲？今年21歲，結咗婚未？我未結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希尼，今年21歲，我未結婚，我喺法國度，我之前做過喺內洋2年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推廣公眾號誌，正解正要正單就在步伐速互動，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嘅號誌，睇公公婆婆開始咗，幫公公婆婆換衫。幫公公婆婆沖涼，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號誌，幫佢哋沖涼，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號誌，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創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多啲錢，我一定會看叻兔仔同埋企鵝。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工，多謝晒喺香港見，拜拜。